环绕着地球北纬30度，一个充满自然与人文之谜的神奇地带上，中国大别山伸向东南的支脉，凸起一柱擎天，拔地成空，直刺苍穹。周围群山拱围，肃然起敬，有的颔首，有的低头，有的匍匐。于是这莽莽苍苍的山脉便有了一个神圣的主题，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天柱山。天下8根大柱有何担当？2000多年前，爱国主义诗人屈原问到的擎天柱之一，就屹立于安徽省潜山县境内。柱峰之巅，中天一柱4个大字，是先民们对它的崇高定位与礼赞。峻极于天，雄风万里，一柱高标，神威天下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前来登礼，号曰南岳。雄姿英发的周公瑾入境德小桥，首创战争与爱情、英雄配美人的佳话。左慈、葛洪借此山灵气而成仙得道。李白、王安石、苏轼等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能见度极高的明星巨匠，都一一表达出以天柱山为养老归宿地的愿望。人们神往天柱山，自是敬畏它的神奇。解读天柱山岩脉纹理，原来是它自然力的神来之笔。大约在2.4亿年前，汪洋大海之中，扬子板块向华北板块俯冲碰撞，经过一个时代的演化，前者竟神奇般的折返地面，造化出一柱擎天、万山拱围的山岳大观，以东方最美花岗岩、举世无双超高压变质带、新生代早期化石宝库等3大亮点，著称于世的天柱山终于横空出世，与珠穆朗玛峰、埃及金字塔等世界奇观一起，成为北纬30度地球圈项链上的闪亮明珠。在岁月面前，天柱山是追问不尽的奥秘洞府。道教名此为14洞天、57福地，禅宗尊此为第一解缚圣境。由于地处国之中部，城东起西，南北过渡，故阴与阳和，雄与秀藏。薄雾在古壑间升腾，天柱山平添几许仙气。云烟缭绕中，翠华崔巍碧立，蓬莱敦秀丰腴，五指峰巨擘高张，覆盆峰穹顶烁然，峰峰相簇，如游龙在天，畅游其上，其乐无穷。青龙背远眺，游龙峡门崖，潜龙窟探幽，步云桥追霞，会景亭抒怀，旷目四野，尽收天柱之大美。飞来莲花珠峰迎回，
东南看，天师、少师，迎征关山重重，长林佳木，振之以清风送爽，令人涤凡脱俗，意兴神飞。风之谷在石，天柱山以石头的方式组合出积木造型魔方，混元霹雳，延佑帕壁，仙人打鼓，犀牛望月，祖孙儿语，双乳临卜，司命天元，岂止是形似，简直就是一种生命模式的表达。看看这有意或无意夺目的存在个体与群体，你就会明白，为什么在中国科学界认定花岗岩崩塌堆垒地貌必以天柱山形为标志。山石善解人意，天工巧叠出许多石棚石穴，炼丹洞、石听洞、剪枝洞、迎真洞，尤以神秘谷最为奇绝。探身进入这花岗岩洞第一秘府，简直就像阅读一部人生教科书，仿佛在呈现着上天入地、跌宕起伏、黑暗过后见光明的种种人生际遇。大山见人，厚土载物。天柱不仅凛凛有英雄风骨，而且温婉多情，散发着行云流水般的灵秀之气。一片初萌的叶芽开始了季节的叙述，春的鲜绿，夏的翠润，秋的金黄，冬的凝结，是生态的散去，却又是起承转合的完美篇章。云海、佛光、雾凇、冰挂，皆是韵脚间或的点缀。杜鹃迎宾，石莲西子，红叶传情，黄杨傲雪，天柱四季，季季都有绝唱。鱼鳞木、天女花、娃娃鱼被称之为天柱三宝，仿佛吹响生物的集结号。全山有植物1650种，动物300多种，如此荟草佳慧、灵性芳华永驻的背后，则是母性多情的相偎相伴，是生命之源，水的滋养。因为有了汩汩清泉，潺潺溪水，激扬飞瀑，诗意丹湖，天柱山才有了壮美与柔情的结合，既磅礴挥洒出前碗二水、龙蛇般的狂舒大草，又入定生绘出晴天丽地式的正楷范模。山水滋润，日子就滋润。修道养身，行禅养心，学儒以养浩然之气。中国传统的3大信仰，竟在这中天一柱之下，实现了诉求的高度一致。一条东南路的山谷，陡折蛇形，山环水曲，引来多少文豪雅士、玉客高僧。李白、苏东坡、王安石、黄庭坚等各界达人眷恋徜徉，松石树影之间，天籁泛钟声中，诗书历历在目，言毕一脸沧桑。瞬间定格的是曾经的神物，还是某种法则的猜想？亦是，亦不是。不过你肯定能发现，
古人其实很早就懂得一个如今在网络上才流行的词——晒信息。他们来天柱晒家事、晒游踪、晒心迹，于是便有了这篆隶楷行草、唐宋元明清的书法长廊与天人合一的文化宝藏。一座始建于唐代的佛光寺背后，有官家乐时的家品馆，世家题刻的极乐大地，隐士所书的洞天深处，无名氏题留的山高水长，都是秀妍，但不是作秀，因为谁也无法拒绝这里美好、平和、安详的禅境意味。孟子之后第一人的马祖道一大师就曾在此筑溪修禅。一连串显然是坍塌而成的虎头崖洞窟群，铁笛龛中棋盘犹在，但博弈者早已人去市空，留下文字超然物表，元气磅礴。风光的是自然景物，感悟的却是人生哲理。心随千言万转，神追代代英豪。人类文明的印记与天柱的物华天宝，竟是如此的水乳交融。南岳之仙，万国之都，二乔之家，禅宗之地，京剧之祖，黄梅之乡。原来天柱山就是中华文化的生根之山，戏之根，禅之根，碗之根，乐之魂，根根相系，花香天下。历史上朝圣者趸音不断，天柱一峰晴日月，洞门千仞锁云雷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语出恢宏，经典无比。前山带荆衡，凌厉首开辟。宋代江西诗派领军人物黄庭坚以天柱山为第二故乡，他的山谷雅号即源于此。天柱通神，神奇的地方，来自古今中外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。延续自我，亦超越自我。世界地质公园、5A 级旅游景区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国家自然与文化遗产，一顶顶桂冠享誉世界。天柱山敞开热情的胸怀，迎接八方宾朋。天柱山，健体养生，浪漫爱情。过瘾黄梅，寻根拜祖，还有那山品的厚重与民性的淳朴，以及崇德尚义的故事魅力。天柱山是在以原创才华入流于现代社会，但它永远是持续的、靠谱的这一个。一柱擎天，大别天下，雄风秀韵，历久弥真。古人道：春云移山，夏云移树，秋云移水，冬云移野。天柱山是云的故乡，大棚檐上归云二字，
在云舒云卷之间忽隐忽现。朝着星云不语、高谷新生的地方，幸福从天柱山出发。晴天有我，登临